聯會，各位工聯嘅兄弟，大家好。好。咁啊，我同工聯會喺九龍東都合作咗4年5年㗎啦。咁佢哋上至政策，下至民生，我覺得佢哋都好盡力而為嘅。立法局議員喺上邊為我哋爭取所有權益，其他嘅工聯會嘅兄弟姊妹喺下邊做咗好多好嘅嘢。咁我哋今次選舉咧，應該要選啲我哋可以幫到我哋香港同埋我哋自己做到嘢嘅人。咁我哋要選邊個啊？工聯會，工聯會，當選，工聯會，必勝。12月7號，我哋全投工聯會。